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1月26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5篇，申命记16章18节到20节，彼得前书第3章第8节到20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主的尊敬。什么人会当上天堂？捌听过有人讲，我洗礼啊，所以我摕到天国的锁匙啊。也有人讲，我固定拢去教会参加礼拜，一定会当入天国。也有一个人讲，我拢有照着圣经的要求执行1/10的奉献，一定会当摕到天国的门票。也有人会讲，我逐工祈祷读经，我一定是天国的好国民。顶悬这的讲法，愈听愈参像迄个耶稣时代法利赛人所讲的：我守安息日，搁执行1/10的奉献。就安尼来看，就会当保证上天堂嘛？圣经教导咱，伫末后咱还阁爱面对最后的审判。无论是毋是咱有做到伫顶悬所讲遐济圣经中间的规定，基督徒的基本要件，应该是搁较重要的是讲，要爱思考什么是上帝审判的标准。是毋是咱会明白上帝的标准甲准则呢？也好若亲像这个米迦书的经文所甲咱讲的，爱去明白上帝的旨意。伫台湾，咱时常看到一寡针对着间谍事件的审判，也是杀人的事件的审判。暴力事件的审判等等的判决，社会上总是会出现一种批评，就是讲遐个无符合伫法律原则、社会观感的这个判决，这个法官会互人称作孔良法官。意思就是讲，因会宣判违反着司法公正的原则。社会平等的原则，咱看见着摩西时期，伊有设立迄个10夫长、50夫长、100夫长、1000夫长等等的。因受选当然是要出来帮忙协助摩西来治理以色列人民，所以呢，因所做判断的，就爱照着摩西的原则。但是摩西却是照着上帝所颁布10条诫以及这个律法、犹太律法的规定。摩西以及所有的下属的官长，拢必须爱凭公来审判。申命记摩西安尼来重述着上帝的命令。伫遐甲以色列人安尼讲着上帝的交代，伊讲：恁着爱对逐支族，为着上帝，恁的上帝所赏赐互恁的城镇，委派审判官甲其他的官员。这个人必须爱用公平来审判人民，着爱公正无私。毋通滥使用职权，也毋通接受暴力，因为暴力会互明理的人目睭青迷，会互公正的人颠倒是非。恁着爱公平正直去执法，那安尼，恁就会通拥有上主恁的上帝所要赏赐互恁的土地，长长久久住伫遐。
其实这段的经文，咱对申命记11章开始看，就是上帝吩咐摩西。这个内容真亲像耶稣基督伫山顶的教示，迄个诫命的规定，甲伊所颁布的内容。伊搁开始论到讲遵守诫命的你若有还是无会接受到咒诅还是祝福。咱看今日的经文申命记讲，看我今仔日将祝福甲咒诅的话，拢定明伫恁的面头前。恁若听趁耶和华恁的神的诫命，就是我今仔日所吩咐互恁的，就必定会蒙福。恁若无听趁迄个耶和华恁的上帝的命令，离开我今仔日所吩咐恁的道，去侍奉恁毋捌的这个别个神明，就要接受到灾厄。到底耶和华恁的上帝带恁入去伫要所得到的业的所在，要将迄个祝福的话来定明伫基利心的山顶，将咒诅的话定明伫以巴路的山顶。这两个山检毋是伫约旦河迄边日落的所在嘛？伫住伫阿拉伯巴的迦南人的地甲吉甲相对面，我近摩利像嘛？恁着爱过约旦河，入去耶和华恁的上帝所赏赐互恁作业的地，伫迄个所在来徛起。恁着爱接受遵行我今仔日伫恁面头前所讲一切的律例甲典章。所以基本上对基督徒、对犹太人来讲，一切判断的标准，拢爱用上帝的诫命的精神甲伊的准绳来做判断。无论是拄着任何倒一种的状况。伫耶稣基督伊伫山顶的教示的中间，摕到灾厄甲祝福，讲到好的行为，爱谦卑去追求，爱互人有和平，等等这些代志，嘛摕到讲为着义受困逼的人，将来要得到福气。亲像彼得。今仔日咱所看见的经文讲到，总括来讲，恁着爱同心，互相同情，恁着爱亲爱，亲像兄弟，用仁爱、谦卑来相款待，毋通用歹来报歹，用赉媚来还赉媚，等到恁着爱用祝福来回报。因为上帝呼召恁的目的是要赏赐互恁的，就亲像圣经所讲的，什么人要享受人生的趣味，希望过好日子，就着禁止恁的嘴讲歹话，禁止嘴唇讲白贼。因应该撇恶行善，一心来追求和平，因为主看顾义人。听因的祈祷，但是伊要做歹的人来变面，因为追求上帝的公义甲准绳，却因为安尼来受到困逼的人，上帝必定会加倍来赐福予伊，加倍来看顾保守。这也是伫基督徒所应该追求的本分。诗篇15篇。上主啊，什么款人会当住伫你的宝片？什么款人得徛起伫你的圣山？就是行为正直、做事公义、对心底讲真实的人。伊无用喙齿中伤人，也无陷害朋友，无四界造谣、诽谤厝边。
伊的目睭藐视做歹人，毋顾尊重敬畏上主的人，伊咒诅。虽然家己刻开，嘛无改变。伊钱招人，毋是为着利息。伊无受暴露、陷害无辜的人。做即款代志的人，会永远徛在。恳求上帝，互阮会通看清楚、明白你的旨意甲你的标准，互阮会通照你的原则来过一个蒙恩圣洁的生活，得主欢喜。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